知你有冇試過因為一個景色而震撼到你流眼淚？而我啱啱出 trip 去 Bacilo Well Lagoon Maldives 就經歷咗我人生嘅第一次。Bacilo 係西班牙嘅一個品牌，位於 South Ariato， 所以有得追鯨鯊。酒店有4間餐廳連酒吧，我哋所有人去到主餐廳嘅時候，大家都係同一個反應，咁嘅價錢，咁嘅裝修，咁嘅味道，冇投訴啦啩。而水上屋可能亦都係因為歐洲嘅品牌，歐洲人嘅 QC， 成間房嘅 quality 都好好 ，Q 乜認證。而重點嚟啦，就係佢個 lagoon， 你可以喺水上屋直接行落去。我喺 lagoon 行咗足足1公里，水深都只係去到我膝頭哥嘅位置。然後行到攰，我就喺海中心坐低咗，望住一個180度無邊際、無阻擋嘅海景，再加上微微嘅海浪聲，喺呢個極寧靜嘅環境底下，再要望住個日落喺海平線度跌落去。我知道用文字同言語係冇可能令你哋完全感受到我嗰一刻嘅震撼，所以你哋一定要嚟親身體驗一次，你絕對唔會後悔。Peace out。